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波動而已。不管你幸運斜線不幸，桃花旺斜線衰，賺錢斜線沒錢都是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最近我的靈感真的又爆棚了，我直接寫下來，大家看就好。記住，真的能觸動到你的文章，必定蘊含了極大的正能量。以下是今天第7篇文章。屠龍簽約，千好萬好圖新鮮，百千幸運隨我選。若然了解其中妙，乾坤宇宙任我閒。正文：我這2天問了很多人，大家都有這種感覺，就是你真的無聊，沒事幹，真的很渴望別人主動找你的時候，別人偏偏一個都不來。等你真的變忙了，這幫人突然像發瘋一樣，一個個都跑來找你了，讓你行程超忙。這不僅是工作和友情，愛情也是如此。要麼就是你不愛的人偏要找你，你愛的人不主動；要麼就是你愛的人在你很忙很急的時候還要來煩你，等你真的需要他幫忙，他又沒空了。或者有些人有一段時間是金錢運、財運、努力運、桃花運都爆好，有一段時間這些又好了。原理解釋加解決方法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因為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，如同我今天這張封面圖，你運氣和所有得到的失去的情況，其實都是一股能量，而且是波浪形的能量。既然是波浪，必定有上升的，也有下降的。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候會特別忙，幸運，而有時候又會特別倒霉，輕鬆。在你忙或者幸運的時候，就是這個波浪線走到上升高峰的時候，所以會擁擠；而倒霉空閒的時候，就是走到下面，所以會事情少，然後永遠不會一直維持在同一個水平。能量再高，總有低谷的時候；能量再低，也總有高峰的時候。那如何時時刻刻維持高峰呢？很簡單，只需要一個方法，那就是每天至少做一件新的事情，無論多少的新的事情都可以。就像地球上的海浪，如果有一個颱風或者輪船經過，海浪會打得更加高。你每天給自己做一點點新的事情，例如去常去的餐廳，故意點一個你沒吃過的食物，這都可以。如果你每天做新的東西，那就是人為的在你的能量波中製造高峰。等高峰出來，你就能不斷享受它帶來的幸運、桃花、金錢、美貌、自信、興奮等好處了。其實這也可以驗證。病人、醜人、老人、窮人、人緣差的人、桃花爛的人，他們的生活全部都是死氣沉沉、一成不變的。美女、肌肉男、有錢人、人緣好的人、桃花好的人，他們的生活肯定是生機勃勃、新鮮好玩的。懂？不是因為他們變美了、變有錢了，他們的生活才精彩，而是他們的生活先是精彩多變的，他們後面才因為這個能量波而變美變幸運。這就叫吸引力法則。你自己先發出新鮮好玩的能量，你後面才會在生命中遇到新鮮好玩的事情。就這麼簡單。屠龍簽約，千好萬好圖新鮮，百千幸運隨我選。若然了解其中妙，乾坤宇宙任我閒。屠龍解說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